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台北一岁外小男童，互儿母虐待死亡，这个事件是继续来探烧。台北地检署昨甲姓陈的这个社工列为被告，警方甲扣手铐，移送到地检署透明来问笔录。也毋过针对着警方甲社工扣手铐这件代志，台北市社工职业工会伫面册发表声明，抗议警方违反相关的规定，甲社工来扣手铐，搁互媒体来翕。警方是回应讲，这个案件检方有开出着拘票，警方是依照着拘提这个相关的规定，依法来甲拘提甲扣手铐。另外有律师来提醒，讲这个案件的重点应该是社工是毋是有亲身去探视这个小男童。律师是来建议，会当来查社工的行程甲悠游卡的记录，来厘清这个社工是毋是有牵涉到过失致死甲伪造文书。穿白色的绣花头压着鸡，报公会当机手封扣起来，查甫囡仔封扣毒死，负责方是查甫囡仔社工，但因为涉嫌伪造文书、过失致死罪嫌，暂列被告。进行了后，封扣起来以上，就要以30万块交保。社工防以上回聘，大家拢在讨论。社工工会嘛认为违反比例原则，对我们来讲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恐惧，都会认为说，我们未来以后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被上铐这样？然后这个上铐的过程，我们也会认为不符合比例原则。工会检警控局认为主管机关爱负责任，袂当敢叫社工徛出来面对，嘛这期扣起来敢合法。不过通常除了掠现行犯，或者是嫌犯有走去暴力的行为会扣起来。根据刑事诉讼法，伫咧执行拘留逮捕解散时，确实爱用介区。即摆扣到囡仔案件，社工扣拘留处分，嘛确实是依法执行扣起来。我们就是要让他勇敢的去面对，勇敢的继续跟司法单位好好去配合。立法联盟社工牵涉扣毒囡仔案件改例被告，律师林志群提出疑点，一认为查甫囡仔情爱变化，会当简单发现。社工通家属的相片，嘛无看到社工和查甫囡仔同齐翕的相片。对话记录内底，确实有讲到相片是林府传互翕的。若是社工敢用事实，或者是收相片，有影真歹看出问题。所以认为即摆要厘清的是社工敢有亲自去访视，嘛应该确认社工的行程票和悠游卡记录。卫福部今天我们也会发文给儿童福利联盟，好，我们会要求他要暂停新收出养儿童。卫福部嘛讲，社政单位无甲防扣毒的查甫囡仔，特别去救治专职医师制度防护系统有执行的欠点，大兴会做好采用制度的安全网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